这个旋律最优美的校歌，新庄国中校歌，也是由我们地表最强的管乐团，地强最表，这样好吗？地表最强的管乐团来为大家演奏，新城管乐团为大家演奏我们新庄国中的校歌。然后孩子们，不是各位观众们，就是这个旋律是比较慢，请大家不用这样子挥，好吗？好，就是这样子，老师头很昏。好，来，我们就让大家，就让新城管乐团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《新庄国中的校歌》，请掌声欢迎。好，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，谢谢新城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。那也谢谢各位观众呢，今天在台下跟我们一起享受了一个很美好的午后。那么一年一句呢，其实是一个很美的默契，很美的约定。那我们也期